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争议大港的龙头台积电，讲要到德国的德勒斯登来设厂，而且德国的政府阁会补助其中一半的经费。也毋过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来报讲，德国目前正面临着技术欠缺甲人口落工的难题。台积电若真正到德国去设厂，这欠工欠人才，将会是台积电头一个会拄到的这个挑战。 规个城市充满着真高的欧洲味，这是德国德勒斯登。风声讲，台积电伫今仔日将会决定伫当地设工厂，投资金额来到100亿的欧元，而且德国政府将会补助其中的一半。这个城市所属的萨肯森邦是非常重要的半导体聚落，欧洲1/3的晶片拢是伫遮制作，每一档会当生产100万片。韩国生产伫海外布局阁来扩大，有希望会当参英辉凌、博士、温蒂普等等。 大工厂革命，未来也将会是以这个28奈米成熟制程上下，那么为其他的一个主轴。专家指出，所有个设工厂的成本，欧洲晶片法补助的细节，拢是爱注意的重点。英国金融时报嘛提出警告，欠人才将会是首要的挑战。当地经济省长就讲，虽然相关的投资会创造8000多份的投入，不过德国未来10档的劳动力恐怕就会减20万这么多。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伫咧6月时阵，慢慢表示过伊的烦恼。德国的工会其实他们的势力恐怕会比美国更加的大，而且更加的强悍。而且不要忘掉，德国本身还有绿党、工党，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左翼的政党。 毕竟台积电的美国厂就是一个警示，伫台美工作文化政策之下，亚利桑那唔但工会领袖发起社论骂台积电，甚至发起着联署要求美国唔对台湾发放工作的签证。面对欠工的问题，台积电嘛有新的对策。参当地社区学院推出着速成班，无任何经验不要紧，会补助你10外工半导体课程。结婚了后，对当优先面试相关的公司，录取了后一年的薪水有希望达到200万台票。只有10天的培训课程，这个部分其实真的是让人很难去理解。上了课而没有办法进入台积电的时候的话，应该会有相当程度的民怨，而这个民怨很容易被有心人士所利用和操控。传出着台积电已经同意转投资世界先进到新加坡，建立第一个12寸的晶圆厂。若是有成，代表台湾4大代工厂拢将会具备12寸厂的产能，而且伫两岸之外拢会有相关建工厂的计划。再加上台版的晶片法已经伫昨正式就路，是免怎伫培养台湾能力的同时，嘛积极扩大海外实力，考验着护国军山的布局功力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